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三甲做伙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伊，请咱将咱的手机关做震动，也是关机，伫咱安静的内底来听候圣神亲自来对咱每一个人伫伊面前的敬拜，互咱会当伫安静的内底来领受上帝满满的恩典甲祝福。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引带阮带领阮伫一个拜久的中间，无论伫生活，无论伫家庭，无论伫工作，无论伫阮所接触的大大细项事，阮拢得到上帝你的固守甲平安。恳求上帝你赏赐互阮，伫即个时，阮愿意将阮的心、将阮的灵全然仰望交托伫你的面前。求上帝你圣神来引带阮下面的时间，互阮伫每一摆来亲近你的时。阮陪伴阮家己的心，互阮来领受着智慧，是通过你的话语，是通过圣神的感动，通过祈祷，通过阮甲主你的结连，搁一摆来经验上帝你甲阮三甲同在的快乐，甲帮助的快乐，甲赏赐的智慧，甲平安。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要将阮今日的敬拜仰望交托上帝，愿上帝你圣神甲阮三甲同在，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这是咱做伙来做信仰的告别，新的界面，咱做伙来。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出你的上帝。这个界是我的，也是头一个。第一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样了解是专门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概念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伫这个时，三甲做伙来学乐咱的上帝。当咱每一摆来到伊的面前，咱就将咱的心、将咱的快乐、将咱的嘴，咱做伙开声来学乐咱的主。咱的主是自然永活的上帝，当咱每一摆来到伊的面前，咱就三甲来学乐伊。我心无落上帝，自然永活的白，天地万物三甲欣赏。我心无落上帝，落上帝，自然永活的白，天地万物三甲欣赏，落伊大尊名，树马残痕水泉，穹穹大海观山，显明伊大冠冕严格，真爱公义交争。我心无落上帝。我心无落上帝，咱的上帝是世间永远的白，永远的上帝。空中飞鸟，临时出声，落伊大尊名，溪水草木。
心阿乐上帝，我心阿乐上帝，天的本对一家，虽然歹代暂时中行，公义阮当着成。成果啉到地酒，那剩日天之佑。天的到尾合做一家，应当归伫上帝。圣国，圣国，圣国灵大地酒，那剩日天之佑，天的到尾合做一家，应当归伫上帝。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三甲来学乐敬拜上帝。主，阮无分彼此，阮只有合一伫你的面头前，因为阮知天的万邦万国，若是伫你的名的内底所设立的，也是主你所竞选的。上帝，你的确帮助阮，互阮伫你合一的灵的内底，三甲做伙来敬拜主。主，阮要为着全台湾每一个伫你面前，伫圣的主日，三甲伫你的面前来敬拜的每一个兄弟姊妹来祈祷。愿阮伫你的面前，常常带着心灵甲诚实来到主你的面前敬拜主的时，恳求上帝你搁一摆来怜悯阮，怜悯阮伫你的面前所做无够雅的所在，是因为上帝你所创造阮的生命，阮无好好管理家己的时，阮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尽阮的本分，会当伫上帝你使命的工作，伫传扬福音，伫祈祷，伫敲找上帝你真理话命的话顶面。搁一摆来激励阮家己，互阮本身的生命会当得主你的欢喜，就是来用祈祷来传扬上帝个福音，完成大使命的工作。恳求上帝你引带阮，互阮的教会，主你的教会，成做祈祷的殿，互你的教会成做传扬福音的所在。主啊，阮愿意将阮本身的生命奉献伫你的面头前，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来引带阮，同心伫你的面前，毋若学乐敬拜。互阮会当三甲伫你的面前来领受着使命的工作，会当为主你来行，为主你来活，伫世间诚做光，诚做盐，来见证主上帝。阮伫你面前，搁一摆献上阮的祈祷，感恩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搁一遍来吟第3节，我心阿乐上帝。我心阿乐上帝。你有感动，将你的手举起来，伫你的主的面前，甲主讲：主，我愿意将我的心全人来奉献予主。歹代暂时中行，公义阮当着成。成果啉到地酒，那剩日天之佑。天的到尾合做一家，应当归伫上帝。天的到尾合做一家，应当归伫上帝。请坐。各位兄弟姊妹，咱伫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年日，伫咱的生活上，拢会拄着侪无论顺境、逆境、好事、歹事，拢是伫上帝面头前。只要你愿意来甲上帝求讨，上帝伊拢知影，伊拢为着每一个听伊的人所备办的，是你所心想袂到，你的耳孔袂捌听见，你目睭毋捌看见的事。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咱搁一遍来吟这首诗歌的是：境有好歹，
变化无定，但是上帝悠然在照顾咱。咱搁一遍做伙三角来吟这条歌，境遇好歹，变化无定。做伙同心来祈祷，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你们要一起来祷告，为着咱家己的生命，为着咱家己本身伫上帝面前的敬拜，唔是看人，是看主，是咱的心着来看上帝。当咱每一摆来到上帝面前，咱领受上帝的真理甲话命，咱唔是要来看见上帝安怎来甲咱学乐，安怎来甲咱包养，唔是，乃是在伫咱要安怎样知影上帝的心意。这个时邀请你做伙同心开嘴来祈祷，为着你的家庭，为着你家己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赏赐咱气力，互咱知影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什么是上帝爱咱行的道路，互咱伫祈祷的中间来明白上帝要安怎来为咱带路。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求上帝你圣神引带阮本心，当阮每一摆来到主你的面头前，阮知上帝你在照顾阮。你甲阮三角地地，总是有时我唔知，当上帝你甲阮三角地地，阮要安怎样赢过？伫这世间所拄着的试炼、甲帮助、甲困难，我唔知要安怎样来超越上帝你所赏赐阮的困难，要安怎来伫这世间为主做工做业？求上帝你怜悯阮，帮助阮，阮每一摆来到你面前，阮就常常用祈祷的心来
敲碎上帝你的心意，求上帝你来永壮伫大桥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愿无袂记得用祈祷来到主你的面前，愿清知做祈祷做困难，无祈祷就无困难。求上帝你将这个困难，搁一摆通过伫阮逐人的祈祷的面前，伫你的面前来得主你的欢喜，来得主你的困难。主啊，阮的上帝，求上帝你帮助伫阮的家庭，每一个大大小小，拢会当伫上帝你的圣工的顶面，有份参与伫福音的工程。无论伫学校，伫因甲人接触的中间，拢会当用温柔谦卑的心来面对因所拄着的挑战，互因会当更加有气力来荣耀主上帝。阮搁一摆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上帝来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大日的光，大日抓落，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咱搁一遍大声来唱上帝，上帝照顾我，照顾我，大日的光，大日抓落，上帝在照顾我，上帝在照顾我。主，我满心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娱乐的中间、敬拜的中间，每一摆伫你面前祈祷的中间，阮相信上帝你的话，上帝你的灵要充满阮的心，互阮明白，阮是上帝你所听的囝儿，上帝你嘛是疼痛的上帝，你是赏赐你安慰的话语，你是赏赐平安的上帝。阮恳求上帝你帮助阮，让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娱乐你的时，愿阮拢逐人会当体会到上帝你的疼痛，赢过一切世间的万项物。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恩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上帝下当，上帝听当，也过一切一点欢喜降落地，有你平安，你比心内，献出你给大人爱。
诗的歌曲的内底，通过歌词，通过每一摆阮所吟的诗歌，会当搁一摆将你的话来刻印伫阮逐人的心内。求上帝你引带阮，当阮每一摆伫你面前阿乐敬拜的时，阮若要通过伫诗歌对阮心灵的感动，搁较要紧是阮要安怎样来为主来活。求上帝你引带阮今仔日的圣会，通过蔡尚恩传道，伫伊所讲传达上帝你的话语的内底，搁较明白阮的生命要安怎遵照上帝你话语的准则，互阮三甲来遵守主你的诫命，会当听主听人，毋若听主听人，佫会当将上帝国里的福音、救人灵魂的福音来帮助人来得着救。主，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愿上帝你将即款的应允甲真理放伫阮逐人的心内，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搁一遍做伙开声，做伙同心来为着咱公道的时间，为着世界，为着即摆花莲，以及伫咱在台湾即片岛屿，以及伫咱的教会大大小项每一个兄弟姊妹，心神有欠安的，求上帝来赏赐咱气力，嘛恳求上帝帮助咱教会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青少年、每一个社青，咱拢会当同心伫上帝面前来领受上帝话名的气力。咱搁一遍同心，做伙来祈祷。现在，我感谢阿乐全能的天父上帝，伊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今仔会创会的，拢来感谢阿乐。阮进入圣殿，阮举北方万军的耶和华上帝来献上感谢阿乐，因为你的慈爱、你的怜悯，常常来看顾阮、扶持阮。阮兄弟姊妹若有心情失落，主你的声要来感化因，主你温柔的声要互阮，要互因嘛来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忧闷劳苦的、背重担的来求问你，你要互因，互阮来得到安息，得到平静。主，阮感谢你。主，阮有时嘛有真软弱的时阵，嘛有无望的时阵。主，你的话要跳开，就要来照光着阮。光明着阮的性命来开阔，有盼望，互阮人夸口尊主你最大，互阮来举目望你，感谢你，称赞你。我嘛为着阮的牧者来祈祷，因为敬畏上帝是较赢过敬畏人，恳求圣神感动伊，阮的牧者，互伊有对你遐来的智慧聪明，透过灵修甲主你的教诲。来真正明白正确主你的真理，因为你的启示透过着伊的嘴来传讲你的信息来造就人，互伊的生命唯独芳芳的见证，常时有教育的心神，甲气力伫福音的时间来跑走。今日早起你找歹道，你尽忠的罗卜送恩传道，要共阮做伙来分享，阮恳求圣神。主你大大水水气力伫伊的心上，伊启示伊，互伊有教育的气力，亲像早起时伊咧温哥台北一样。互阮今仔日，无论是送恩传道所讲，阮所听的，拢当心灵得到帮助甲丰盛。愿恳求圣神，含伊三脚同行，无论伊伫倒落，圣神含伊同行，含伊同工，
互伊所做的工，拢会当造就人。阮献上恳求祈祷，从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即是咱三家做来启用。启用文254篇记载是马太福音书第5章，咱做来启用。心灵善食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承受所应允的苦累。要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巴掌；熬怜悯人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记着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诚做上帝的家己。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即款人的。这是咱来吟圣诗483首。出来无分东西，请咱起来吟全首。这时咱要请圣保就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是以字随。
乐，伊是主，咱来跟对伊。即时，我来报告消息。咱先开周报，咱来看咱教会消息。第一，下周是咱即个月的最后一礼拜，华语含台语咱做伙聚会，请华语的兄弟姊妹注意时间。另外，咱的小组暂停一礼拜，会后咱有召开小组的组长来讨论会，请萧秀珍长老、吴崇祥长老以及唐慧君姐妹伫牧师馆来办公室来做来讨论祈祷会。第二，本教会社区音乐礼拜定伫11月份要来开始，总共有6节课。伫第7节课要伫圣诞主日来正做成果发表，请邀请咱厝里内有中班到国小6年级的细囝咱做来参与。相关的报名资料咱伫招待做，咱会当来详细看。第三，请咱继续为着花莲光复乡的堰塞湖的溢水灾洪来致到有伤亡以及厝体来受损害百姓的性命甲财产来受到丧失。咱的本庄的长老教会有提供合法的捐款的管道，请继续为着政府地方的恢复工作来关心甲带导。伫下底上下底是咱奉献的部分，咱家己详细看。若有毋对的所在，咱会当来过节来更正。即是咱做来共读咱本周的金句。咱做用台语、华语读一届。我爱人民，无爱恨。即句是四意义，恁着听学，因为我来毋是要教赢人，是要招歹人。我是爱你，不是爱己事。这句话的意思，你能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马太福音9章13节。继续，咱做来共读圣经。马太福音书第9章第9节到13节。第9节安尼讲，耶稣对遐经过，看见一人名马太，坐伫向关，就甲伊讲，对我，伊就起来对伊。第10节，耶稣坐倒，伫伊的厝有侪抽象的甲歹人来甲耶稣含伊的学生共倒，坐共倒。法利赛人看见，甲伊的学生讲：恁先生啥事甲抽象的甲歹人相甲接？耶稣听见就讲：勇行的人无欠医生，独判病的，总是我爱人民，无爱祭司。即句话是啥物意思？恁着去学，因为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招歹人。愿上帝祝福伫听咱伊话语的人。即是咱请主日学生要来共读圣经华语，请文博宝庆。大家好，我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9章13节。经上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召罪人。谢谢。这是咱请小朋友到前面来，牧师为你们祝祷。但这回来，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好，领受神话语的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来。处处言我弥留。
真理，亲像照射彼壁顶高哩哩，做人得着头发，当他脱离，我就为你平安永远欢喜。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主你的恩典中，阮明白上帝你的话是阮的帮助，是互罪人会当得到救，互灵魂有丧失性命的人重新得到活力。主，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将这个细囝因的性命交伫你主你的手中，求上帝你赏赐因智慧甲气力，互因明白上帝你的话，才是因性命的准钱，让他们知道生命有主的话语作为他们生命的准绳，他们会知道怎么走，他们会知道遇到困难的时候，透过祷告，透过神的话语来再次被激励，再次勇敢向前走。主啊，恳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时常为这些孩子，为我们家里的孩子，为我们每一个还没有得着这份福音恩典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祷告，恳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时常用神的话语，用祷告的心来为他们祝福，来与他们陪伴他们，带领他们，引导他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真理。谢谢主，再一次将这一群孩子交在主你手中，愿神你的灵就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能够陪伴孩子在生命的道路上，能够用神的话来经历上帝的同在。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好，上帝祝福你们。牧师来补充报告吼，你边仔兄弟姊妹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主。伫遮牧师来先来做这个介绍啦吼。今日真欢喜，咱咧阁会当邀请到咱这个蔡尚恩传道吼。伊目前去到台湾北部的所在，协助嘛是弱小的教会。有机会嘛有机会，咱分享伫上帝呼召伊的使命的中间，上帝安怎带领伊啦吼。真多谢伊今仔日，因为今日牧师爱落去做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啦吼，所以特别邀请伊来做这个来徛这个讲台吼。真多谢伊，咱搁一摆普我写甲伊说多谢吼。另外咱嘛请咱会当继续为着咱教会有侪兄弟姊妹，拢咧顾厝里的亲人来代祷啦吼。为着美英姐，为着爸爸，嘛为着这个嘉荣哦，对，嘉荣嘛，对，嘉荣啊，对嘉荣吼，我们有淑荣，我突然间宕机，对不起哈，嘉荣吼，为着嘉荣的爸爸，好其实嘉荣为着因的亲人，是因为因拢咧陪伴，咱伫传福音的道路顶面吼，拢是伫陪伴送。这个身体有病痛的人，的中间需要的就是面对伊的生命的软者，嘛为着咱华语堂吼，这个招聘伊是伫政府的单位咧上班，伊当来教会3礼拜，总是伊拢常常为着伊的亲人，为着爸爸咧祈祷，请牧师为因代祷，所以牧师嘛伫这个所在，请咱会当为着咱这兄弟姊妹因的亲人来代祷。常常咱也看到因无来，咱就会当甲因鼓励。甲因问安，继续为因的亲人来代祷吼。伫遮牧师嘛来介绍咱的朋友啦吼。第一位是这个陈营生弟兄，咱请伊起立吼，欢迎伊。是上恩的朋友，上恩的朋友，欢迎你来吼，上帝祝福你。本身有去教会嘛吼，也有在教会吼，欢迎你，上帝祝福你哦吼。住台南啦吼，伫这个水高峡路，伫水高峡路。我路痴吼，南区啦吼，欢迎你欢迎你请坐。待会会后我们也可以一起小组饮用一杯咖啡各有一位是这个魏佑廷请他起立拍手欢迎他伊是安怎牧师熟悉呢？是顶礼拜日暗时牧师伫遐咧整理车清车的时阵拄暗时伊拢徛一台动轮车经过的时阵，然后问讲。牧师，
我来找几啊摆哈，我讲你找几啊摆，较无要入来，吼，他说他不太敢进来吼。伊之前伫永康教会一冬的时间，伊是理长介绍伊去永康教会，迄当时应该是要咱遮吼理长要无介熟悉咱遮的部分，所以迄段时间吼，我甲伊问讲，后来你较无去吼，伊讲伫迄中间吼有一个长辈吼，甲伊骂啦，骂了吼，我讲无要紧啦，人可能是咧甲你教啦，教讲安怎迄落，嘛真有意思，伊伫迄中间一直咧甲我问讲牧师。咱教会周间到聚会啦，一直咧甲我问啦，伊本身伊是读南大餐饮系的啦，伊本身日时是咧上班，暗时伫南大餐饮系咧上课，即马大三啊，大学大四啊，26岁，26岁，伊嘛真踊跃甲我讲牧师，我甲伊问讲你有兴趣啥啦？伊讲伊做兴趣跳街舞，本身嘛爱拍鼓。我咧甲伊讲，我会讲你若晓拍鼓，安尼你礼拜日来，伊讲牧师，我爱穿啥物衫？我讲你拢安怎穿啊？伊讲迄理长甲我讲，去教会就爱穿正装，所以咱请伊去你者，咱看一下啥物叫做正装，好，请坐。所以伊来的时候讲，牧师，我觉得我比较像牧师呢，真的哈，我觉得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伊本身我咧看你单位中间拄有一对翁仔某行过，伫咱遮的里面，看到伊嘛真有礼貌，伫遐甲伊拍招呼。我甲伊讲，你若熟悉，伊讲伊伫咱的大桥里遮咧服务志工6冬的时间，拢咧摒扫。伊本身伊是对妈妈，对妈妈，伊佫有一个小妹，即摆国2啦，大桥国中吗？大桥国中咱真欢迎，伊叫做魏佑廷，魏佑廷弟兄今天早上也非常高兴。他8点就来，我说你就先来跟我们敬拜团先配一下，感谢主，他真的很准时，他预备心，所以牧师在这边简单的介绍这位弟兄，也期待我们上帝在我们当中是引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传福音的心，神就会预备适当的人在神的殿中一起来敬畏神，好，今仔日咱嘛真欢喜，搁一摆将咱下面的时间交予咱的蔡尚恩传道咱搁一摆拍普欢迎伊大家平安。几啊个月无转来啊，做少年大家。迄个较特别啦，我即马是2边咧走啦，就差不多一礼拜有一半的时间伫台北，一半的时间伫台南，安尼来回跑，安尼走啦。将来会到倒位个无确定啦，个还在努力之中啦。足久无甲大家见面哦，毋过今日讲实在话，讲的即个题目有一点较淡薄仔深啦，一点啊，所以大家着听看觅，若是困去不要紧嘛是上帝赐福好，今日的题目是对话甲隔离这是足特别的2种文化即马对于科技，即马开始咧，这边安怎开？这是无电吗？歹势，有啊，好。即马科技愈来愈进步，文明的发展其实有互世界变较好吗？咱来想即个问题其实无互世界变较好，反倒即马的人离开耶稣基督的真理愈来愈远啊。所以今日即2种无共款的文化讲题其实毋是足浅的，但是我感觉非常的重要会当互大家更加了解即马咱人的处境咱
咱即马即个时代充满啥物对立？你若是拍开你的新闻，也是社群的媒体啊、平台哦，你时常看到的是啥物？毋是理性的交流哦，是啥物？是谩骂吼，是咧打标啊、贴标签哦，互相咧攻击，甚至是即种的气氛的下面哦，即种的现象愈来愈普遍，愈来愈侪，叫做取消文化吼，促销文化。啥物是促销文化吼？简单来讲，伊是一种哦，透过网络也是社群媒体吼发动的足紧、足公开的侮辱的行为哦，目的是做啥物？互将一个人吼踢出、排除哦，伫社群、伫即个社会主流以外，抵制伊哦，封锁伊，甚至吼，互伊的工课也是名声受到足严重的损害。促销文化就是互一个人完全来消失，互促销的对象是啥物？可能是一个人，嘛可能是一间公司，甚至是一种思想、一种观点，拢有可能。只要冒犯着你，冒犯着一寡人，冒犯着某一寡言论，因就可能瞬间吼变成吼公众咧攻击的对象。其实吼，公开来侮辱，也是集体吼，甲一个人排出去哦。即种做法哦，毋是即摆才有诶，伫历史的顶面吼，以前就有啊，就一种叫做晋升文化哦，晋升的文化哦。比如来讲哦，伫希腊雅典哦，有一种叫做陶片放逐法。啥物是陶片放逐法？就是吼，你内面的公民哦，会当伫你的陶片顶面哦，写你想要放出城的人啊，啊，迄个人就互人踢走哦。啊，而且吼，袂当安怎，袂当辩论就走，袂当讲啊，我是无做的。所以迄种方法哦，每一遍拢伫城门口哦，你就开始写迄个名。若是统计哦，若是有共一个人哦，超过6000个票，6000张票，迄个人就爱10天以内哦离开即个城哦，而且无机会为家己辩护。后来发生一件足有意思的代志吼，有一个因为吼足正直的、足公正的，别人足爱的人，叫做阿里斯蒂德。阿里斯蒂德是一个政治家吼。有一遍投票的时阵哦，有一个毋捌字的迄个百姓哦，就看到阿里斯蒂德，就求伊吼讲：先生，你要写字吼，你帮我写。哦，好啊好啊，你要写倒一个人？阿里斯蒂德，阿里斯蒂德听到哦。愣住吼，毋过嘛是甲阿里斯蒂德伊名吼写去投片顶面吼，佮交互伊吼。顺续问伊讲：你为虾米爱写即个人啊？伊讲哦，我着毋捌伊啊。毋过哦，只是每一个人拢讲伊是足正直的人哦，我听甲耳孔会酸啊。所以大家知影哦，一位足公正的人，嘛有可能吼，互人放逐，你知影嘛？嘛可能互人反对，互人赶出城。这是足考试的代志吼。伫中世纪的欧洲吼，教会嘛有类似的做法，叫做绝罚吼，就是赶出教会吼。一个人若是互人赶出即个教会哦，你就无法度领圣餐，你嘛无法度参加圣礼等等的。伫欧洲迄当时吼，拢是基督教的社会嘛，所以互人赶出教会哦，就等于甲即个社会啊，甲即个世界哦。隔离啊，你日常生活哦，足歹维持的，毋只是你的名声会受到损害，互人排斥，嘛可能会过吼较歹的、较歹的日子哦。当然，无论是陶片放逐法，还是教会绝罚吼，伊真实的目的哦，毋是要处罚啦，是要啥物？期待对方会当悔改，会当认罪，会当悔改吼。所以雅典的放逐吼，过一段时间了，即个人佫会当佫转来。啊，中世纪的绝罚吼，你只要认罪悔改吼，接受教会的赦免吼，你嘛会当恢复你的会籍啦。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吼，这个传统的做法吼，伫重点毋是处罚，是保留一个空间，互人会当悔改。毋过咧，即摆的促销文化就无共哦。伊对
个人也是公共的议题讨论，也是社会健康造成足大的影响，足大的负面的影响哦。促销文化差不多对10当前啊，2014年开始吼，一寡弱势族群哦，伊为着社会公义，开始来做即寡行动，亲像 Me Too， 黑人的命嘛是命吼。这运动，互一寡吼较权威的人吼，伊为着伊歹的行为付代价，但是渐渐哦，即种点名甲抵制的做法吼，足紧拖后开哦，变做啥物？变做一种足大范围的，啥物？搁较有争议性的现象哦。若是无符合弱势的声音，啥物是弱势？无符合大声的人的声音的人，拢可能互人吼公审、大标啊哦，彻底吼封锁起来哦。比如讲哦，有一个足有名的小说家哦 ，J.K. 罗琳哦，就是写《Harry Potter》迄个人哦。伊因为哦，进前因为替女性发声啊，讲吼跨性别毋是真正的女性哦，无应该参加女性的比赛，伊着互人安怎大标签点名做文化，所以伊互人攻击到足严重的吼。所以只要吼言论无符合某一寡人、某一寡大声的人的意见，就互人当作对敌，甚至互人取消。甲古早时吼的绝罚也是投片放逐无共哦。即摆促销文化是啥物？是即时的吼。啥物是即时的？是全球性的，而且透过网络留落来永远的记录。所以每一个人其实吼，以前咱人是安怎？教会为虾米会遮会处罚？因为咱人希望伊会当转来咱厝里，会当悔改，会当转来教会。所以以前的促销文化是安怎？以前的文化是讲吼，我有处罚你，毋过我希望你会当悔改，搁转来。毋过即摆无共哦，即摆可能是你一时判断的失误哦，还是一句话，互人放大解读吼，互人放去网络顶面，就无限放大哦。而且网络是永远存在的，所以就变做你永远袂当抹去的污点哦。所以处罚原本是纠正，希望人会当悔改，因为咱人哦，拢有无限种可能。咱人到最后见上帝以前，每一条路随时拢咧变化，一直到最后。所以咱拢希望每一个人会当入去天国，会当比咱的兄弟姊妹会当悔改，会当行歪嘛会当行到最后变正。毋过即摆无共，即摆伫促销文化里面哦，网络甲人打标签哦，是永远的，互人失去重新的机会。这个人无限的可能，本来人无无限条路吼，就无啊，就无啊。就无着意思，就是永远着搭这个标签伫顶面吼。而且促销文化伫公众场合是安怎？会变做寒蝉效应啊！大家吼拢变做毋敢讲话啦。帮我用后一张吼，因为大家变做毋敢讲话，毋敢提问，甚至毋敢讲家己吼歹势，我可能做毋对。我惊吼，我嘛毋知影我倒一句话会讲毋对。会互人吼，互人取消，会互人打标啊吼，所以结果是啥物？就是渐渐的大多数的人，吼少数吼嘻嘻哈哈的人吼，恐吓，真正的讨论无法度展开，社会嘛真歹健康来进步。事实上，美国吼差不多10档的促销文化以后吼，即马调查超过60成的人吼，对即种风气吼。感觉造成严重的破坏，伊嘛开始检讨即件代志哦。所以第二呢，促销文化会变做啥物？无公理的网络的暴力事件啦，伊跳过应该爱说啥物？爱调查嘛，爱有证据嘛，爱有程序嘛。结果即马大家人看到啥物事件哦，伊毋知影真相，伊就开始全起而攻哦，伊就做侪暴力网络的暴力事件哦。骚扰的事件，甚至死亡的威胁哦，做真侪时间哦，群众伊搁掠无啥物是真相，就凭什么？我看到一个新闻，我看到一个报道，我看到一个人讲啥物话，
我就看到一个 FB 讯息，伊就开始草草啊，甲伊定罪。所以，互攻击目标来讲伊所经历的已经毋是会当回应、会当合理的应答是互数位暴民追杀啦。所以对根本来看取消文化中心思想就是无要互人道歉，无相信人会改变，直接将对话关起来，将这个人打起你这个标签，你是歹人，当做一个啥物？你只是想要将一个人赶出去，赶出这个社会，赶出这个社群无想要创造一个社会只有我的声的社会。这种伤害毋是对当事人尔，嘛边仔的人看到你心会惊惊袂？其实是会因为每一个人拢会烦恼啊。若是有一天我家己做毋对啊，讲毋对啊，足侪人就开始甲我打标签啊，对无？这种惊吓腐蚀一个健康的社会啦。你若是无安全感你就无法度放互开信息来交配来沟通无法度有建设性的对话。所以取消文化就是反对对话，就是反对对话啊！伊的目的毋是叫人悔改，嘛毋是帮对方来改正，变甲做好，是要踢掉伊的喙，将对方踢出即个局，会当讲是一种非理性暴力。所以最后真正的公共的议题就无可能的。咱人若是摕掉理性的对话、理性的检讨就变做啥物？就变做只有价值尔。所以价值就变做取消文化，结果人你有发现这个社会即马愈脆弱啦，搁较无理性来反省变做啥物？一言堂还是两边的冲突。所以前教宗方济各有讲一句话伊讲取消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殖民，无任何的言论自由的空间最近就发生一件足暴力的事件什么事件？这事件就是 Charlie Kirk， 伊因为伊是保守的基督徒嘛伊甲校园甲伊甲学生对话时阵互人枪杀，互一个左派狂热者枪杀，因为无支持伊的观点就甲伊枪杀。一寡评论就讲，这种用暴力甲别人杀死的动作，就是取消文化发展到最后的演变就是取消这个人。所以兄弟姊妹，咱看到的，当规个公共的空间拢变对你爱讲道理变做啥物取消的时阵当咱人无去追求真理、追求对话的时阵，只想要强迫你爱甲我徛做伙，就你的意见一定爱甲我共款。处罚无共款的人的时阵，就表明咱的社会对说服变做消灭一个人。这毋是社会问题这是咱人性的危机因为咱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开始互人破坏。比如讲，爱有稳定，爱有饶赦，爱有悔改，爱有忏悔，爱改变，爱最后拢变到上帝遐这条路就无啊！相信人会当成长的路嘛无啊！但是只有取消文化吗？咱来想看卖，这个光景有法度改变吗？有别条路无？有，感谢主。圣经示范另外一条完全无共款的道路，对比即摆的取消文化，我叫伊做邀请文化。什么是邀请文化？邀请文化就是强调咱的关系爱复原，咱的关系爱变好，爱教导，毋是公开甲别人侮辱甚至排斥搁写伫网络顶面永远存在。伊往往咱即摆新的这种邀请的文化，伊爱透过啥物？透过对话来做。啥物是透过对话？透过对话，就好亲像我行入去一间厝内底，甲你开讲，亲像耶稣就是安尼啊。耶稣就是坐落来，甲人面对面来讲
讲话来交陪共款，伊的目标是啥物？毋是伫公共吼指责对方拢是歹的，是坐落来教导邀请伊入来到另外一个更较好的境界，是透过对话将别人变好，邀请伊搁倒转来，搁较美善的道路，是透过即种方式，就算对方哦是真正有所在毋对，只要互伊机会，伊嘛会当学习，伊嘛会当改变。简单来讲，取消文化的目的是摆脱一个人，是处罚一个人吼。但是邀请文化是啥物？邀请文化是关系的复原吼。所以咱来看，简单来讲吼，咱来想看觅，邀请文化甲取消文化即两种的无共款。咱甲会想看觅，耶稣伫即个故事马太福音短的故事内面，伊做啥物的动作甲行为哦？咱来看即张图哦，即张图是张力十足、画面足水的图哦。耶稣参加一个宴席，甲伊共坐倒的是啥物？是当时吼社会上，互足侪人看无起的一群人，是抽象的啦，甲逐种的罪人啊。你会当想象迄个画面吼，桌仔顶吼一边是耶稣甲伊的门徒，边仔围咧是遮个互人看袂起的抽象啊，也是名声无好的罪人。但是另外边仔佫徛着一群人咧指指点点啦，咧讲啥物？一群法利赛人哦，因远远看咧，心内底非常看袂起哦，非常藐视哦。因为法利赛人的目的吼，就是将人隔离哦，隔离出即个社会，将无清气的人哦隔离出去哦。结果耶稣接纳因呢，法利赛人哦，因满面生气哦，所以充满疑问跟生气哦，因就叫耶稣的门徒哦，故意啊，讲互耶稣听哦，大声咧质问哦，恁的老师哦，为什么会甲抽象的甲罪人哦，因做伙食饭啊？迄当时的气氛哦，一定非常的变甲真无好对无？其实即段经文哦，展现两种完全无共款对人的态度，一种就是隔离，一种就是对话。这毋是2000年前吼，耶稣甲法利赛人中间的冲突尔。到今日，咱每一个基督徒拢必须要做出你的选择。即马取消文化做盛行的对无？咱是要安怎回应咧？是要顺从伊？是要起一个足悬的迄个城墙吼，甲你讲架开啊？还是吼将甲你拢无爱的人拢统统抬互掉吼？大标签吼，甲伊踢出社群哦？还是要自扫门前雪吼？互家己吼过甲清气去舒适？还是你想要效法你的主，勇敢行入去人群的内底，甲遐个吼，互世界甚至互你家己吼所嫌的人来做对话咧？咱先来看法利赛人因的立场啊。法利赛人因的立场是啥物？因安尼反感哦，其实毋是无理由的歹心哦，因是因为吼，因自细汉哦，因着学习因的宗教的观念是啥物？对因的观念哦，正做一个性格的方法是啥物？就是你甲世俗哦，拢爱隔互开啦，爱分别出来，就是吼隔离遮无清气的人，无清气的物，所以因的目睭来看到拢是啥物？啊，抽象的，替罗马政府哦，抽咱人的钱啊，哦，这无好啦，是出卖民族的人，啊，遮罪人呢，伊有诶哦，身躯是有残缺啦，歹骹歹手啊，啊是吼仪式的规矩吼，看做无清气的人啊，所以哦，你若是甲遮的人哦，共坐倒食物件、讲话哦，伫法利赛人看哦，就是你将你家己变甲做太高诶，安尼看，所以因处理的方式是啥物？就是用足严格的方式吼来隔离，来确保吼我家己足清气诶。所以法利赛人伊的取消文化是啥物？等于看到耶稣吼，甲即个抽象的、甲罪人吼做伙食饭的时阵，因的反应就是即马甲即马共款，公开点名嘛，因就当众走去问耶稣的门徒，恁的
恁的先生为虾米甲遮个人做伙食饭啊？因的动作是讲，因的动作就是几个重点：第一，公开质疑；第二个，保持即个距离哦；第三个，定人的罪。所以法利赛人哦，因挑工伫众人面前哦，大声来问哦，挑战耶稣的清誉啦，耶稣的权威啦。因的信用建立伫啥物？隔离的顶面哦。为着保持我家己的清气，就必须要甲无清气的人哦划清界限哦。即马因看到耶稣拍破即条线吼，甲遮个人做朋友，甲遮个人食饭，伊就想要透过即种点名来批评哦，来加强即个因做的城哦，将耶稣排除伫哦因认知的性格标准以外。所以因的目的是啥物？因问的目的哦，就毋是真正要问，因毋是要了解真相，伊想要安怎定罪，定耶稣的罪，宣告耶稣吼无符合因的标准。这就是当时宗教版的取消文化。毋过咱来看耶稣安怎做？耶稣的邀请文化对比是完全无共，对比因哦，耶稣伫即件代志顶面哦，完全展现另外一种态度。伊用行为哦，替门徒上一课，嘛替法利赛人上一课。耶稣就是做一个足亲切的邀请哦。咱来注意耶稣的动作是安怎？伊伸出伊友谊的手吼，伊邀请遮个人吼，互人看袂起的人哦，行入去因的中间，而且甲因建立关系，甲因做伙坐倒食饭。耶稣有爬去圣殿上悬的所在，伫遐大架作远的对遐侪人大声喊：恁拢有罪啦！伊有无？无嘛，对无？伊反倒转哦，主动走去找迄个抽象的利未吼，就是后来马太吼，行入去利未的厝内底吼，甲伊做客啦。伫迄时的文化吼，做伙坐倒食饭吼，就表示啥物？非常好的关系哦。所以是接纳伊的意思吼，是好好的意思。所以耶稣有邀请这人哦，你无清气，你爱先吼沐浴更衣吼，你爱先去洗清气哦，你爱先去关系，你的作为啊，你的行动都爱先变好，有无？无，无讲你先爱有好的行为，我才要甲你食饭，伊无吼，我才要甲你建立关系，伊无吼，伊反倒转。耶稣是安怎做？伊是先邀请因入来即个关系内底，甲伊坐顿食饭。后来你有发现无？后面因的行为嘛改变啦，因为入来即个关系内底，才会当互一个人做出改变。咱会当看到马太性命的改变，就是耶稣主动邀请伊入来了后，才发生的吼。当法利赛人对耶稣提出这个疑问的时阵吼，耶稣讲一句吼，咱头拄读的经句吼，勇健的人哦，无需要医生，独独看病哦才有需要。伊阁讲吼，我来哦是要招义人，毋是要招歹人哦。即句话就点出耶稣的邀请文化的重点是啥物？耶稣将家己当作是一个医生啊，毋是审判官。医生甲审判官是无共款哦。耶稣来即个世间哦，毋是要嫌哦，啊你无好，啊伊无好，啊伊较好啊，伊普通啦，伊毋是要来做记号的吼，伊是要来伊毋是要来拒绝人的，伊是要来清分遮个吼性命需要帮助、性命破碎的人，为着因带来性命真正的改变。所以咱看到耶稣吼，伊行为是主动邀请遐个吼，互人取消的人，将伊带来上帝的恩典的内底哦。这就是邀请文化上重要的精神。伊透过真实的对话吼，来看这个关系。离上帝足远的人无要紧，伊嘛有可能会改变。这条路最后嘛是行到上帝遐，伊的未来毋是互人大死伫遐。这就是邀请文化。所以邀请文化就是耶稣替咱立落来的典范。首先哦，这是大书名的话吼，伫马太28章
搁我的主伊颁布伊的命令是啥物？天顶地下所有的官兵吼，拢赐互我，所以恁爱去，重点是去，恁爱去，互万民做我的门徒。请注意哦，伊是讲啥物？是讲去，毋是讲恁爱等哦，等恁着坐伫遮等就好啊。伊毋是讲等，伊是讲去吼，这是足重要的一句话吼，这是主动。叫你吼，你爱主动，你爱搬过你的边界啊，你爱搬过你的界线吼，去甲别人好好建立关系吼。你爱行出去你的舒适圈，去外口，你爱入去校园内底啊，去校园内底，你爱入去你的职场内底啊，你爱行入去这个世界，甲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完全无共款的群体内底，互万民做主的门徒。过来咧。这嘛是使徒的典范。咱看使徒保罗安怎做，伊伫雅典所做的事工吼，就都特别咧。伊看到雅典是大量的异神宗教，咱拢知影嘛吼。希腊神话的故事咱拢有听过吼。因毋是去指责隔离哦，遮个人拢无清气，我爱离因较远的。伊看到伊是先去听，伊先去观察，过来哦。伊搁伫市场顶面哦，甲啥物，甲人辩论哦。伊伫亚略巴古哦，即个异教思想的中心哦。伊甚至伫遐哦，听因咧讲啥，搁用因的话哦，讲有一个卫士之神哦。大家有记得这句话哦？用一个卫士之神做接触点哦，用在这桥哦，将福音的真理传互因。保罗就是一个足好的典范哦，有效的见证，需要勇气，嘛需要智慧。所以最后，咱搁用耶稣做例哦。除了耶稣甲抽象的，甲侪人食饭，搁有一个对话，我感觉是这个故事足成熟的，就是耶稣甲撒玛利亚的妇人的对话哦。这是伫约翰福音第4章吧，应该是吧？好，是超越民族、宗教甲性当时的性别哦，是男女的界限哦，足侪风古的所在哦。伫迄时哦，一个犹太的拉比吼，主动甲一个犹太人看做无清气、异端的撒玛利亚人，甚至是妇人人的讲话，这是不可思议的哦。但是耶稣安尼做啊，伊用耐心、尊重，甲伊展开一场对话，最后耶稣赢着伊的心。佮透过伊吼赢规个城市的人吼，所以咱人上悬的典范就是耶稣。耶稣他用自身来教导咱一件代志，就是基督徒的使命是啥物？毋是吼我爱甲别人隔离啊，毋是起足悬的城吼，我拢无爱，你拢离我较远的，毋是甲别人搭标啊贴标签啊，是爱去甲别人对话。邀请因甲咱做伙，将来一坐伫天国来做伙坐倒。咱做伙来祈祷。主啊，今日阮的世界充满对立甲隔离，阮有时嘛会甲别人搭标啊，彼此攻击，甚至互相取笑。主啊，感谢你对阮的提醒。你喜爱是怜悯，毋是这事。阮愿意放落迄种讲家己、迄种将家己称作义的宗教的眼光。阮愿意行出去，带着实践。什么是真正的对话？什么是真正的接纳？什么是真正的邀请？主啊，求你赐予阮力量，求你柔软阮的心，会当行出去。毋是带着审判的眼光来看人，是用温柔的心去关心伫罪中受着伤害的人，做你稳定的使者。这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感谢三恩传道咱分享，咱免咱将即个邀请。邀请文化是落伫咱即个非常进步科技的时代，
这是咱来吟回应诗，回应诗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欢喜喜乐互我，见我微微小可的人，互我甲伊分我。因我知我是个救主，若深信会得伊保守。请咱起立念全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欢喜喜乐互我，见我微微小可的人，互我甲伊分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清醒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通伊的，为保守你讲伊的。耶稣阮的那里邀请，将我伫我心内，因为对神圣经互伊心的平安自在，因为我最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通伊的，为保守你讲伊的，诚心感动哪会遐宽，互我深在归时，承受福音亲手感化，是命我心情地。因为我最所信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通伊的，为保守因讲因的，地行诚心三位一体，一生一愿一大，尊贵眼光眼我无的，只有因我无错，因为我最初心的救主，那深信我可为你保守，为保守所交通伊的，为保守你讲因的。请坐，这是咱的奉献。请咱起立。靠近的梦的主，我愿意；多伊的梦的主，所愿意。主听见多无味，我愿意成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阿门。这是咱来供读奉献宣告祈祷文。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行为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恩典，甲虔诚的心奉献
相信，奉献是财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按主按照你的信心甲怜悯赐法院，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希望徛伫咱来吟上用的诗，392首。俄勒上帝万本愿临时线，咱请宋恩传道带咱的祝福祈祷。三位一体上帝、上主的带领，互咱甲人和好。耶稣的教导，耶稣的作为，互咱知影安怎来邀请别人。求圣神带领咱，互咱每一个人拢知影要安怎有一个疼心来甲别人做伙交汇。三位一体上帝带领咱和和平平、圆圆满满。伫主的疼中，向前来行，阿免。